有時你仲會聞到其他人嘅汗味，好臭。大家好，我係 Cyrus， 歡迎你跟我一齊學廣東話。今日我會繼續介紹香港嘅交通工具。今日介紹嘅呢一種交通工具比較長，你知唔知佢係咩嚟㗎？佢係咩嚟嘅呢？呢一架係地鐵。喺香港，我哋會叫地鐵做港鐵。港鐵係最多人搭嘅交通工具。港鐵係好方便嘅交通工具。佢而家已經可以去到差唔多成個香港，所以點解好多人搭？港鐵大部分時間都係比較快同埋準時。亦都好容易搭，只要你識得睇呢一個路線圖，就唔難搭車㗎喇。地鐵有好多條路線，每一條路線都有唔同嘅顏色。舉個例，呢一條綠色線叫做觀塘線，有一條紅色嘅叫荃灣線，有條藍色港島線。你上車前睇咗你想去邊度？然後你就搭嗰一條線去你想去嘅地方。搭地鐵你最好有一張八達通卡。入閘嘅時候你嘟一嘟八達通，又或者你可以用信用卡俾錢，亦都可以去呢一啲嘅機買飛，買咗飛就可以入閘。上咗車之後，你就會見到電子版，電子版上面有唔同嘅路線，你可以聽廣播或者睇呢個電子版，去知道自己幾時要落車。到站嘅時候，你會聽到嗰個站名，同埋你會見到嗰盞燈喺你嗰個站，咁你就可以落車，好簡單，好方便。出閘嘅時候，你再嘟一支八達通或者信用卡，或者你買嘅嗰張飛就可以離開。我唔係好鍾意搭港鐵，因為好多時候都會好多人，特別喺朝頭早7點半到9點半，或者晏晝5點半到夜晚7點半，就係最多人最逼嘅時候。我唔鍾意同人逼，有時你仲會聞到其他人嘅汗味，好臭。你要留意，搭港鐵係唔可以食嘢嘅，食嘢唔得，飲嘢都唔得，唔可以食嘢，唔可以飲嘢。不過總括嚟講，搭港鐵都係比較方便。對於遊客或者唔係好熟悉嗰個地方嘅人，搭港鐵會比較冇咁容易蕩失路。你有冇搭過港鐵呢？留言話俾我知。今集我介紹咗港鐵，下一集我會介紹另一種交通工具。記得留意睇我嘅片啦，下次見，再見。